我来鼓励安尼，我慢慢参与安配的安，吼。再来咱咧创啊会，咱想很多，咱是咧看道理啊，时时不时咧提醒咱家己啊，吼，啊咱嘛头发对人当了，咱别就多，当一点外钱要多爱等吼，那看人笑啊，迄个吼，可能啊危险嘅安尼啦。 反正吼，无打手机啊，也是安尼吼。即摆人看咱咧过讲的，我来注意些，嘿，有哪不老实的咧，安尼就对啦，吼。时代爱过看我唔对啦，安尼啦，啊，其个人咧看无共款。所以讲咧，爱保持清楚的纯净，因为本来咱是菩萨的心，是去互美歹去，才叫做众生的。吼，啊，咱本来拢有一个清楚之心嘛，啊，毋过落来这个风景变变咧，哇！ 就这安尼，甲咱迷到尾安尼，做咱的心嘛偏，啊，咱的心就偏，哦，啊无遮话，偏偏拢换就是啥，大家话拢是切主之心，为太变咱的方头去，为变咱的食东，为太变咱遐办，啊为着变咱，哦，为了是着小想安尼，啊，遐尔咱舒服，哦，所以讲的是拢是恶来迄个实情，到尾啊变成自然，叫彼处例外，变搞，这样子造成。